2049年秋，洛城发生了群体穿越事件，人们的手臂上出现了一串神秘的倒计时。当倒计时结束之后，穿越者来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是一个科技革命之后的世界，也是现实与虚幻的分界。有些幸运儿成为了财团子弟，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；有些倒霉蛋儿穿越到了下三世，成为了下水道的老鼠；有些人穿越到了卫戍部队，被改造成了基因战士，甚至有些人变成了机械狗。而我，刘德柱，我则是天选之人。我穿越到了18号监狱，这里藏着这个世界成为神的方法。而我将获得修行传承，成为超凡者。我将走向人生巅峰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放我出去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我可是救世主，我穿越过来。老板，又找到一个世界行者，要不要做掉？不用，我这儿正好需要这样一个废物替我隐藏身份。